我们正目睹的是法雅们每年生命周期的最后终结。每年的3月19日，在圣何塞日，在圣节的火焰里，格雷玛庆典上将点燃700多个法雅木偶。法雅节通过这项父子相承的传统，展现出了人类的凝聚力和社区间的世代传递的凝聚力。从灰烬中呈现出了人类的智慧，法雅人团队的辛劳也以法雅的形式展现给世人。可以确定的是，它有着非常古老的起源。在中世纪的编年史里，曾有谈论过用木材和陈旧的家具点燃篝火。社区的居民们会在春天到来之际举行这项活动。其他版本的故事将庆典与木匠工会以及圣何塞的盛宴联系起来，但是大约在150年前，第一次出现有关法雅节的记载，记载的内容与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一致。在瓦伦西亚的街道上，出现了各种用木头、衣服和石雕雕刻的奇特雕塑。从它起源之日起，节日的变革就持续不断。所有的变革都反映在节日和法雅上，这得感谢节日的创新精神。在法雅这面批判的镜子里，总能清晰可见当时的社会风气。法雅就如同对现实的展示。每一年，成千上万的瓦伦西亚人和世界各地的游客都涌入瓦伦西亚，来沉浸在节日、传统和色彩之中。法雅是庆祝节日的重点所在。法雅是短暂性的雕塑，创作时间为1年，并将在节日这一天公开组装或布朗旦。布朗旦是工作的最后一步，由艺术家和法雅人来完成。巨大的雕塑将在瓦伦西亚的大街上从无到有一点点诞生。虽然现在有许多机械方法，但是传统仍然保留下来，至今仍使用东北来进行组装。法雅是一座木质的雕塑，并用卡纸、布和新材料包裹装饰着。但是它的灵魂是嘲讽批判，是随意，是自由。所有的法雅的制作都与人物和当今热点话题有关。讽刺造就了尼诺特，并用瓦伦西亚语写出有关的诗句。这一切就如同一部围绕着法雅这个中心主题的电影一样。所有的法雅都配有一个相关解说脚本，或是 libret。脚本用瓦伦西亚语介绍了每个雕塑的中心主题。He aquí a los ninots que este año se han salvado del fuego y que son llevados triunfalmente al museo donde se guardan las mejores creaciones de cada año en el gran retablo de las Fallas。节日自由和民主的特点，在每一年免受火烧的尼纽尔公众选举中一目了然。这座人物雕塑将免受火烧，将成为博物馆里法雅人的一员。博物馆里散发着传统和尊重过去的气息。法雅的创作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。例如社区居民团队的工作，这些居民被称为法耶罗，法雅人。为了协调工作，这些法雅人根据各种具体的职能成立各种工作团队或委员会。中心广场或委员会开会的地点被称为嘎山，是凝聚社会力量的空间。在那里，
不同年龄、性别和背景的人融合在一起。他们围绕着一个共同的目的：法雅的创作和每年社会、文化和支援活动的协调。每一年度，每个法雅委员会将选举他们自己的王后和法雅小姐，正如瓦伦西亚法雅节选举节日的法雅小姐一样。在当选期间，他们将作为节日的形象大使，出现在每个需要他们的场合里。法雅是社会的重要纽带，用历史、传统和手工艺连接了每个人、每个社区和每个城市。多亏法雅节，众多手工行会共同生存下来，并不断发展变化。最重要的集体是法雅人艺术家集体，集合了建筑师、雕塑家、画家和装饰设计师。这些人拥有强大的实力，让法雅在他们的手里诞生，融入进最新的科技，和传统的手工程序一起，一如既往地尊重着传统。艺术家们用自己的语言传授着他们的知识技巧，但是在现在，新一代专业人员可在官方中心接受培训。正由于法雅人集体和法雅节日里穿着的传统服饰，金匠、理发师、扇子手工艺人或丝绸匠人，用他们的创作丰富了这项节日。传统在提花机上得以延续，至今已超过了2个多世纪。在提花机上，成千上万的彩色丝线交叉缠绕，梭子在丝线里不间断地穿梭，成品就是一步步织造的艺术品。传统在手工匠人和金匠的手里演变发展，在刻刀一次次雕刻中演变发展。烟花的传统流淌在瓦伦西亚人的血脉里，因为节日的基本元素之一就是不同形态和方式的焰火。Drons de Bac、Mascaretes和 Nit del Foc 烟花，邀请各地的游客和观光者来加入这项节日。焰火专业人员将色彩与声音结合起来，达到完美的平衡。在心脏内跳动，瓦伦西亚沉浸在焰火的云雾里。如果说焰火给法雅节带来如同爆炸性的配乐，那么节日使用的配乐则让往昔的音乐焕发活力。传统瓦伦西亚音乐是以乐队形式表现，
或达万和 Dolšina 对形式表现瓦伦西亚特有的乐器。法雅节和他如今在世界上的影响力，是所有法雅人团队辛勤工作的成果。代表性团队有法雅中心委员会以及支持节日的各公共机构。法雅中心委员会、法雅节民众代表组织机构的工作，在瓦伦西亚市政府提供的大力支持下，不断地加强壮大。团结的力量使得这项节日获得世界的承认。法雅节已成为从瓦伦西亚延伸至世界的全球网络的一部分。在任何一个国家，都可以看到法雅节的现场直播，它的活动和节日的心跳。如果你正在瓦伦西亚，正在欢庆法雅节，那就得在街道上庆祝这项盛典。3月已成为充满节日活动的一个月。漫步在瓦伦西亚，细心观察整个城市是怎样装扮变化，醉心于各种法雅。在格里达，瓦伦西亚法雅小姐邀请你一同加入节日庆典。如果你已到来，想了解瓦伦西亚的法雅节，快到大街小巷里加入到人群中来吧。瓦伦西亚这座时尚和国际化的城市，邀请你在法雅节里一睹他们不可或缺的一切。每一个法雅都会组织属于他们自己的叫醒方式。也许你会在 Drons de Bag 的震动中开始你的一天。当你在整座城市游走时，看看这传统服饰和配件的美丽，听听乐队和达万和 Dolšina 队的音乐，与法雅和法雅人拍张合照，并在社交网络上分享你的经历。参观法雅人偶博物馆、法雅人博物馆和法雅艺术家博物馆。在中午汇集到市政广场上，准备好与马斯格雷达的响声一起震动。如果你正在瓦伦西亚，可好好享受一番我们的美食和当地水果。像圣母玛利亚像献花，是法雅节里最激动人心的一幕。当夜幕降临时，瓦伦西亚和它的大街小巷都被各种特殊的照明方式点亮，借此来迎接各地的观光者们。在 Nit de Foc，各种最灿烂的焰火在光与色彩的争艳中竞相角逐。在19号这一天，你千万不要错过法雅人偶的重生。融入法雅节和它共同的心跳，人类的凝聚力，多文化和世代相传的凝聚力。这个晚上，许多瓦伦西亚的村镇将成为一个巨大的篝火，重新点燃生命和意义，借此开启一个新的生命周期，引领法雅们开始新的生命，在即将到来的一年。